耶和华赏赐我一切的大恩，我要用啥物报答伊？我要捧起救恩的杯，求叫耶和华的名。我要伫伊众百姓的面前对耶和华谢我的愿。咱即时来吟圣诗19首，圣诗19首。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灿烂的星辰，为着阮出世以来所受一切的慈爱，天父上帝，阮齐声学乐称呼你尊名，请起立，咱来吟全首。
愿你为真心温馨，把人情，变成生活甲永生。你别说，我这想，我情我已做了。请咱游玩家咧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乱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甲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最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时，请咱同心来祈祷。启恩文，按这是来启恩文第27篇，启恩文第27篇，我来启，你来引。着称赞上主，上主的仆人啊，称赞上主的名。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对现在到永远，对日出甲日落的所在，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上主统下万国，啥人会当甲上主咱的上帝相比？伊坐伫至高的所在，下落来看天甲地。伊对真爱提拔善车人，对本所对高升欠过人，互因甲贵族排做伙。甲本国的贵族做伙坐，伊互未生的妇人人有大家庭，诚做有真侪囝的老母来欢喜，一声着称赞上主。咱即时用心来祈祷。至圣至大全能的主，你是有主爱、怜悯、疼痛阮的爸，互阮伫生命中有爱来充满。阮愿意将即个爱来分享出去，无论是亲情的爱、朋友的爱、亲情、厝边头尾的爱，互阮拢会当活出爱的生命，遵守爱的诫命。主啊，即个母亲节日，阮思念阮的时代，话已经转去爸斗，话伫地面在世，因是你赏赐阮永远疼痛的恩惠。主啊，阮常常无用伫事业、家庭、囡仔无细意，袂记对时代的关心。主，阮若是无用甲袂记伫求圣灵来提醒阮，爱孝敬父母，互你得福，伫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永远的诫命。亲爱的天父，伫这个感恩的节日，阮将在座的妈妈，也是我所隐瞒的妈妈，以及天下的妈妈，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赏赐因有健康的身体，保守因出入平安，远离一切的不安甲忧愁。愿主你的医治甲安慰临到因，使因心快乐，灵欢喜，享受每一天。恳求主纪念因所付出的劳苦，感谢天父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这是我来报告。本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为2026年度母亲节主日，本会特邀请儿童牧区伫第一场、第二场礼拜共读感念文，第二场礼拜献诗，本会也伫送每一位母亲一份礼物，表达祝贺，祝福全体母亲妈妈祝福全体妈妈母亲节快乐。第二点，114年度权限证明收据已经开立完毕，请兄弟先甲
公本啊、查询收据号码后，才到办公室去领取。那周间嘛会当甲办公室去领取。第三点，本会定伫5月14拜四下晡8点召开小会，地点伫3楼会议室，敬请小会员准时参加。第二大点，具体消息。第一小点，学青牧区伫5月16拜六6点半到9点，由恩免赞美计划团队带领恩惠的浪潮特会，欢迎大家踊跃邀请小组甲成员以及按厝里的人一同来参加。地点伫油厂敬拜中心。第二点，合作社伫第一点，本主日第2场礼拜后伫地下室中会仪式召开理干事会，请各位理干事出席参加。第二小点，社员妨碍保险一档保费是1760块，伫个5月11拜以前接受办理，若过期就无受理，欢迎合作社来查询。第三点，教会圣歌队定伫5月23拜六举办上半年度旅游，地点伫高雄内门，有伫个土豆糖仔街、甲阿良西学菜甲野生动物园学校。当天上午8点50教会集合，9点准时出发，敬请有报名参加队员留意时间。第三，教界消息。第一点就是高雄牧者合的祈祷会，伫5月24，迄天就是圣神降临节，下晡3点到5点半有举办城市的祈祷会。即摆的主题是慈悲祈祷，祈求主的面。地点伫永利灵粮堂，这是三民区鼎永街170号。教会有准备福音车要前往，咱就爱登记，因为若坐车满了，就要家己前往。敬请阿姐踊跃来办公室登记参加。第二，总会妇女事工委员会有举办2026年全国妇女的灵修营，主题是甲主同行，对大自然行心灵。这个时间是6月25到27，这是台语的啦，无。这是华语场，那台语的是7月23到25，地点伫花莲美伦大饭店，费用每人5500块。咱若要参加，就要赶紧甲办公室来报名以上报告。接落来，请移动牧区易罗恩甲林以爱同学用文章纪念感谢妈妈的爱。咱拍拍感谢有2位来少年老母。无事，各位长辈、阿公阿嬷、阿爸阿母，大家平安。我是易罗恩，我是林以爱。今仔日，阮要伫遮代表儿童牧区来亮讲亮文。伫遮要祝各位阿母母亲节快乐！今仔日即个特别日子，阮想要对你讲几句平常较少讲的话。感谢你一直以来对阮的照顾，无论是食的、穿的，也是生活中的大小代志，恁拢是常常咧付出。你总是将上好的拢留互阮，毋管家己偌辛苦，嘛无怨叹。虽然有时阵阮会用嘴用舌拖拖刷刷，互恁操烦，毋过恁犹原一直包容阮。其实这一切，阮拢有看伫心内，只是有时阵袂晓表达。每一摆阮拄着困难，也是心情无好的事，第一个想到的拢是你，想要甲你分享。你的爱亲像日头，真温暖。伫阮失眠的时阵，互阮方向甲快乐，互阮知影，阮永远毋是孤单一个人。阮嘛渐渐大汉啊。开始会当体会你的辛苦。原来这看起来普通的平常，拢是恁用时间甲心力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爱。亲像圣经讲的，
恁爱是高宽容、慈悲。即份爱，阮真正伫恁身上看到啊！未来阮会搁较拍拼，搁较认捌代志，尽量毋互你烦恼。嘛希望会当替你分担一寡代志，虽然即阵仔袂做甲真好，毋过阮会慢慢进步，希望有一天会当报答你对阮的爱。其实有恁伫阮身边，阮真正感觉真安心、真幸福。最后想要讲一句，感谢你阿母带阮来教会，阮真爱你。愿上帝赐福你，保守你平安健康，逐工拢欢喜。阿母，母亲节快乐！感谢上帝吼，透过咱的小囝吼，表达对妈妈的感谢感谢主，真正透过妈妈对囝儿的疼，互上帝的疼充满因。咱即时来读圣经，记载伫旧约路德记第1章18节到22节，路德记第1章18节到22节。因看见伊决意要甲伊去，就无搁对伊讲起。这个19节，对因个两人三角行，来到伯利恒，因甲伯利恒同城，为着因拢带起来。遐个妇人讲：“这是拿俄米吗？”伊应讲：“无得叫我拿俄米，着叫我玛拉，因为全能者款待我真艰苦。我出去的时满足，耶和华互我空空转来。耶和华已经责备我来证明我，全能者已经苦楚我。恁啥事叫我拿俄米啊？”安尼，拿俄米转来，伊的新妇摩押的查某囝路德对摩押地倒转来，也甲伊来。因到伯利恒，拄啊是起手割大麦的时。愿上帝话减伫咱的心内，即是俄勒请妇女献歌队。
讲道，请本会主任牧师陈牧师来讲道。伊要分享的主题是反转家庭命运的母亲。反转家庭命运的母亲，请。兄弟大家平安。咱所有的兄弟甲姊妹吼，讲母亲节快乐！感谢主吼，今日你若是甲即个红花恭喜你，因为妈妈还搁伫的不管妈妈是少年是年老，望咱拢会当把握机会来友好妈妈。咱若是甲即个白花虽然妈妈已经转去啊，咱嘛感谢上帝，伫咱的一生中，就是妈妈对咱的疼，互咱永远拢袂记的。感谢主吼！这时阵咱要邀请所有的妈妈吼，所有这个已经结婚的姊妹站起来吼，牧师为恁祈祷祝福，教会也要送恁一个小小的礼物，表达对恁的感谢恁真正为着囝儿为着家庭来付出。咱小等祈祷了，甲分吼，祈祷了分吼。咱来为着这个所有的妈妈来祝福。亲爱的阿爸爸上帝啊，感谢你，你是自怜离怜的上帝，你照你的形象造阮，所以阮就是自怜离怜的。你疼阮，所以你就想使老母会当来疼阮，互所有的妈妈若会当疼伊的丈夫，疼伊的囝儿，疼家庭，帮衬伊的家庭，做上好的帮衬者来祝福家庭。主啊，你讲有在地的妇人人之水会得到因的价值大大赢过宝石，因的丈夫我可以拢无欠过利益，一生有利益无损害，所以伊的囝儿来称赞伊是有福气的，伊的丈夫嘛学乐伊，在地的妇人人真多，独独你是赢过一切。水是虚假的，外口的面貌也是暂时的，独独敬畏耶和华的妇人人，要得到学乐。主，愿奉你的圣名，祝阮所有的妈妈，拢会当成做毋但是有才德，阁有信心的老母，常常为着囝儿、为着家庭来祈祷，互因一生会当成做丈夫，成做囝儿，成做家庭，甚至成做教会，成做国家的祝福。愿伫这个母亲的节期，主啊，祝福因会当力上加力，温上加温，福上加福。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咱来请咱的同志会当来分母亲节的一个祝福望恁会当永远青春美丽上帝听充满伫恁，会当继续诚做无论是丈夫、囝儿、家庭，咱的教会，甚至整个国家，因为恁来得到福气，求上帝祝福恁。这本是说这咱的那个属类嘛是，好，咱搁一边拍拍哈，祝福恁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感谢上帝吼，咱今日伫这个母亲节的主日，牧师用罗德记
应该咱大家足熟的，因罗德基、拿米甲罗德这个大家新妇是一个互人少年的两位姊妹伫圣经伟大的女性今日咱用这个翻转家庭命运的老母甲咱来思考上帝话。伫圣经内面有足侪伟大的母亲无论是信仰的老母，这个撒拉，还是摩西老母约基别，还是甚至做基督后来，互以色列会当得救的这个拉合、汉娜这个撒母尼的老母，拿俄米、罗德，咱今日读的，甚至来互整个的民族得到拯救的这个以斯帖，还是耶稣的老母玛利亚提摩太的外妈罗伊伊的老母幼年期，有足侪这个伟大的老母，因拢伫因的一生中间，因为上帝疼，那会当诚做囝儿，诚做丈夫，诚做家庭，诚做民族，甚至国家极大的祝福，透过因来翻转因的命运。伫这个母亲节咱讲美红佳节倍思亲咱就是少年咱的老母牧师嘛是少年，佮感谢伫上帝遐的老母，因为伊的信仰若互我的爸爸得癌症要死，佮得到医好，佮改变阮全家的命运。虽然无受什么款的教育，也毋捌字袂晓读圣经。袂晓吟诗，但是信主了，就是看重主日的礼拜，强守圣餐，尽力奉献，常常祈祷。囡仔若破病的时阵就是为着囡仔祈祷，嘛会请教会的领袖来祈祷，就是尽力好款待上帝罗卜，所以互伊一生会当长岁寿蒙福。佮阮会当因为伊来得到福气，所以伫即个母亲节的时，我相信咱真侪人甲牧师同款的心情。虽然老母无伫的，咱嘛是孝念伊，嘛是感谢伊。会使去咱来看一个翻转家庭命运的老母，就是即个拿俄米。伊安怎为甜变做苦，苦变做甜，变做是一个。真正互人心酸、好嘢，佮有喜乐的人。头一点伊实在出世毋着时阵因为迄个时代穷，所以被逼爱离乡背井去到摩地。罗德记第1章第1节甲第2节安尼记载讲，当士师办正事的时，迄个地拄着穷。伫犹大的必陵有一个人，甲伊的某2个囝出去到即个摩地。迄个人名叫伊比比列，伊的某名叫做拿俄米，伊2个囝名马伦、基连，拢是犹大必陵的以法他的人。因的摩地就伫遐徛起，去到摩地去遐住了10冬。这个伊利比列甲这个拿俄米的时代，就是士师的时代。士师的时代，咱读士师记上落尾1节，就是讲迄个时阵国中无王，逐个人拢照家意思行。照家意思行，就是无咧行上帝的旨意。一个人无敬畏上帝，无尊主做大，拢家己做王。伫迄个时代，你想讲迄个社会变做什么款？咱想就知啦。人若无照天理天就无照价值。迄个社会一定是袂当真好势，袂当真顺遂。原来上帝带以色列百姓是要到老年甲尾的地，即马拄着穷，煞着爱去到原来因。无应该去，还是讲上帝无祝福，甚至咒诅的这个摩地，
咱若伫圣经会当发现呐，特别拄着基因，这表示什么？表示上帝来咧教示伊的百姓，因为伊的百姓无行伫伊的道路。咱读《申命记》28章，就是咧讲祝福甲咒诅。讲你着爱听耶和华上帝你的话，你着爱遵行一切的诫命，就是我所命令你的伊要互你搬过天的万民的顶面。你若听咱耶和华你上帝的话，就有这福会地哩，临到你的身躯顶。你伫城内也无福，伫田也无福。你的身躯所生的、地所产的、精神所生的，以及这牛精羊羔，拢得到福气。你的茎、你的这个糙米的这个盆也要得到福气。你出去得到福气，你嘛得到福气。对上帝的福气，就是一直对你。但是28章讲，你若无听咱耶和华上帝话，无遵行伊的诫命，安尼你迄个田会经济虽然济毋过收着会少少去互迄个草莓食去。你栽种，你收你葡萄园袂当收葡萄，嘛袂当啉葡萄酒，因为去互虫食去。你所有的这橄榄树嘛未结果子，所以就无迄个油通抹身躯，因为这橄榄树还未熟着落粒。你生你的囝儿查某囝嘛无算你的，因为会去互掠去。这就是足大的这个咒诅足大的咒诅。迦南地原来是老年甲别的地。上帝应允亚伯拉罕的地，毋过因为逐人离开上帝，所以这个基因来的时阵呢，迄个咒诅来人心中无上帝逐个家己做王照家己意思行，迄个结果就是以利米勒甲这个拿俄米拄着这个时代，伫这个时代，结果因会选择去到摩押地。所以第二点，因去到摩押地，当然就是真凄惨咱有一句讲，迄个屋漏偏逢连夜雨厝漏搁拄着规暝拢落雨这个足凄惨的所以罗得记1章30到50讲，后来这个以利米勒死去剩伊的妇人拿俄米甲两个囝，这两个囝带摩押的查某囡仔做某，伫遐住10当了，结果这两个囝也破病来死，真正是可怜代真凄惨伫当时因为士师的时代，社会无好搁拄着饥荒，所以不得不来到这个摩押地。当然，这个以利米勒就是要为着伊的家庭找一个出路，一个会当架脚的所在。但是想袂到，结果伊来死伫异乡。咱对这个故事咱要看，这个以利米勒偏行家己的路啦。该迄个时代拄啊一个写照。伊离开应允的所在，这个以利米勒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讲我的神，我的王，上帝就是我的神，我的王。伊应该就爱来信靠上帝，倚靠上帝。原来住伫这个伯利恒，伯利恒原来是面包的厝，原来是上帝所赐福老年甲别的地，应该就爱不甚丰富。毋过因为甲伊的名共款，伊叫做以利米勒，应该上帝就做伊的上帝，做伊的王。结果伊嘛无倚靠上帝，迄个时代人就是无倚靠上帝，迄个时代人就是行家己的路，离开上帝，所以拄着经，兄弟姊妹拄着经毋是干那即个物质上拄着经，迄就是伊的心灵拄着经啦。心灵叫做芳。咱有一个兄弟伊做生意原来做得袂歹，后来发生经济上的
问题、财务的困境，我去遐看的时阵吼，因为拄着足侪问题，想要趁钱，煞袂趁钱，倒了钱，结果吼，当然就对上帝的迄个信靠吼，热心就拿来哪倒退。到我为祈祷，可能圣神感动我吼，兄弟你的心灵吼芳，吼你的心灵芳，咱的拄着即个物质上的基因哦，就是心灵哦芳。大人吼无上帝，照家己意思行，拄着逆境吼，就离开上帝行家己路，做家己的选择，对上帝失去信心，因为无咧祈求上帝，所以因就错误选择，走到摩押地，想讲遐会较好，结果想袂到去遐愈凄惨。所以这个错误的决定导致到家破人亡。以利米勒去遐摩押地，这个摩押地就是照圣经咱来读，这个申命记就知影讲，上帝命令以色列人袂当互这个摩押人入去耶和华的会，因为子孙就是十代嘛袂当入耶和华的会，就是因为过去以色列百姓要出埃及的时，因若无帮助伊，佮甲因咒诅，所以上帝咒诅这个摩押人。以利米勒因为基恩去到遐，虽然是要救命，毋过无挖靠上帝。这10帮才足凄惨，毋但伊家过身去，伊2个后生过身去，留3个寡妇，看有惨无？咱即马阁看到这记落去，感谢上帝怜悯。这个拿俄米，伊倒转到应允的所在，就是要转来故乡。兄弟姊妹，摩押虽然好，但毋是上帝应允的所在。兄弟姊妹，世界虽然好，但是毋是咱永远徛起的所在，毋是咱永远徛起的所在。路得记1章60到70咧描写这个拿俄米讲，伊就甲伊2个这个新妇起身要对摩押地倒转去，因为伫摩押地有听见耶和华管顾伊家己的百姓，有将遐个粮食来赏赐予伊的百姓，表示讲伯利恒的这个基因已经过了，因已经有收成会当食。伊的先生因为错误决定，伊过身去，2个后生过身去。拿俄米经过这款的悲惨，伊醒悟起来，伊要搁倒转到上帝的怀抱。伊这个决定毋但救伊家己，改变伊的家庭，改变伊的家族，甚至整个民族的命运。咱若读路得记，知拿俄米你讲伊互上帝放杀的艰苦实在互咱会感觉心酸伊讲耶和华伸手来攻击我，因为全能的互我受了这苦楚，我满足出去，但是我空倒转来。耶和华降这灾互我，这个全能的互我受真大的苦楚。这就是咧描写伊的艰苦，所以伊经过这个苦楚伊当作是上帝咧放杀伊，上帝互伊艰苦，互伊受责罚，互伊受灾。但是，咱读路得记落去就知影讲，迄个真相会走出来。其实上帝毋捌放杀伊，上帝一直当迄个慈爱老爸咧等浪子倒转来共款，等待伊倒转来。所以，伫这个过程中间，就是一个人会当回头倒转来超越上帝。头拄咱有读讲，伊伫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管顾伊家己的百姓，有迄个粮食来赏赐因。因为伯利恒的基因离开，也因为伯利恒遐有食食，伊倒转来。但是感谢上帝，这一切嘛毋是偶然，这一切也毋是风水轮转。我相信这个中间有上帝伊美好的旨意。上帝管顾伊家己的百姓。拿俄米一听到这个消息，伊就回头要带
伊的新妇倒转来。虽然毋敢带因转去，但是迄个路程一直要地，所以就带即个路程来倒转去到伯利恒的所在。兄弟姊妹，有时伫咱的人生中间，咱拄着艰苦，到底咱安怎反应？咱认为上帝放杀咱，咱认为上帝离开咱，上帝互我遮大的苦楚，还是咱免来会当回头来祈求上帝？这个龙主的故事就讲到，这个龙主到真正拢无人食，邀甲去食猪咧食的物件，感谢上帝，伊请起上无等于我的老爸厝做这个请的工做苦工嘛有三顿饭人食，所以伊就请起。我直接要饿死吗？还是我倒转去？我袂堪要做伊的囝嘛，做伊的长工。但是感谢上帝，其实厝外老爸拢咧享受咧等伊倒转来，囝转来，囝转来，我坦待你。感谢主，这个路程，伊听到这个消息，好消息，这个福音，伊就采取行动，伊就要转去。可是足多人听到好消息，听到福音有可能的，但是失去迄个机会无把握机会，无把握机会。有人虽然感觉真后悔，但是无改变，失去迄个机会。有时咱要把握迄个机会，真正无容易。有时咱的挑战足大，咱要搬过也真困难。你看这个拿俄米要转去，看拢真简单，这条路看转去真简单，是真困难。因为伊10当前出来时是安尼爸出来，即摆空手转去，先生也过身去，伊的两个囝也过身去，敢若带着一个叫做外籍的新娘，摩阿的查某囝落地倒转来，人免来讲，人安尼。倒转到伊故乡的时候，这敢是哪俄米？哎哟，那会遮可怜啊！大家指指点点但是感谢主，这个拿俄米克服一款的心内的困难，免来搬过。伊下定决心，不管安怎，人用什么目睭看我，人用安怎的话讲我，不顾一切，就是要倒转去。信仰就是不顾一切，就是要顺服上帝。我会记得我的妈妈要信主因为家族草地遐大家族，大家拢无信所以你要信耶稣是违反这个整个的家族真正大家拢要甲你跳车落白，这来骂遐来骂，但是伊就是讲迄个心中有迄个确信不管一切。除了伊也信耶稣以外以外无别路。所以就是不管迄个亲人、厝边隔壁踢笑压迫，不管如何，就是要来行这条路。即那个像伫圣经即个但以理讲，就是无安尼我嘛是要过来。祈祷嘛是要信过上帝，那这个意思就讲死就死嘛，就是这款的信仰。这个拿俄米就是有这款的觉悟，所以伊承认伊得罪上帝，伊受苦，这是应该。我接受这个事实。你唔能够叫我拿俄米，拿俄米是甜，你起码叫我玛拿。较早是迄个甜婆，即马是苦婆区，一个苦的阿嬷苦的老母这个苦的意思，所以伊就伫艰苦中，伫建设中，不顾一切不管如何倒转到这个伯利恒。圣经特别记载讲，迄个时阵拄啊是开始咧挂大马的时阵，大家开始咧挂大马时，当时咧受刑的时，这就是咧上顶人的尽头是上帝的起头。这个拿俄米伊决定结束迄个离开上帝的日子，伊要来倚靠上帝。所以咱就看到这个路得记，伊得到上帝引出一段充满恩典的一个旅程。
拄啊是伯利恒咧挂大马神，上帝用丰盛的慈爱来迎接伊，用双手来迎接伊。那个迄个龙珠倒转来，上帝甲揽的，即个老爸甲揽的，直直甲浸共款。兄弟姊妹，透过即个拿俄米伟大的老母来翻转即个家庭的命运，上帝恩典临到伫因的身躯顶。诗篇103篇第80到11节安尼讲：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无快快生气，有丰盛的慈爱。伊无长长责备，伊无永远生气，伊无照咱的罪来款待咱，也无照咱的罪来报应咱。天离地外悬，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也是遐尼大。上帝是恩典的上帝，听咱的上帝。咱有时拄到艰苦的时，咱会看无伊，但是当咱会当找求伊，伫咱的人生的尽头，我拢靠家己的时，上帝是咱依的倚靠。咱看见这个拿俄米，上帝伫伊的身躯顶，真正做奇妙的代志。伊听到伯利恒已经得到上帝管顾，有食食，伊就决定倒转去。伊会当倒转去到伯利恒，才有过来一连串伊的新妇。也会当去熟悉到伊的至亲中间的一个叫做波阿斯，佮会当去捡袂随，也得到最最恩典。佮来后来会当甲这个波阿斯来结婚，结果会当来生囝。这个生囝，圣经讲耶和华互伊怀孕生一个囝。这个拿俄米的囝马伦甲罗得结婚伫摩地10冬也无囝。罗得记。特别记载讲，伊甲波阿斯结婚，上帝互伊怀孕，互伊怀孕来生一个囝，这就是咧表达上帝恩典。波阿斯娶这个罗得耶和华互伊怀孕来生囝，所以遐妇人人就对拿俄米讲耶和华是应该学乐的，因为今仔日无放下你互你无伫迄个上界近的家属中间迄个来失落愿即个囝伫以色列中间得到好名声伊要提起你的精神来弘扬你到年老，因为是爱慕你的迄个新妇所生有新妇比有7个囝佫较好有即个新妇。比7个囝较好，拿俄米甲伊囡仔抱的做伊的甲做伊的迄个养母共款厝边讲哇，这个拿俄米得了囝，拿俄米得了囝，其实伊是伊的新妇所生的囝，所以甲这个囝号名叫做俄比德，就是亚西老爸，就是代表的阿公。兄弟姊妹，这就是这个拿俄米，这个信心的老母，会当祈求上帝的老母，翻转家庭、家族命运的这个老母，兄弟姊妹，咱伫这个母亲节，我相信咱每一个人一生有足多无同款的遭遇。你伫少年时感觉讲你足歹命嘛？你好像好像被放杀共款，真孤单。感觉改成我拢按拄到这个不顺利，拢拄到这个结法共款，受伤害。不管你的过去如何，伫这个主日，望拿俄米得到恩典的这个故事，会当激励你，会当帮助你。你免个感觉讲我哪会遮歹命，我哪会遮艰苦，我哪会遮拄到遮侪歹代志。咱应该就来学习这个拿俄米，会当起来，会当起来，会当来祈求上帝，来倚靠上帝，会当倒去上帝的怀抱，倒转去上帝的厝。对于上帝所应允的所在，我相信阿爸爸伊要伸出双手来甲你揽，望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成做现代拿俄米，透过对上帝的信心倚靠，互你会当翻转你的人生，会当翻转你的家庭，互你会当成做蒙福的家庭，佫会当世世代代拢蒙福。罗得记2章12节
最后这安尼讲，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10个月尾，愿你满满得到伊的赏赐。上帝是恩典的上帝，怜悯的上帝，赏赐人的当好命的上帝，咱就来找求伊，互咱做老爸会当甲囝儿起住，互伊得到保护；互咱做老母会当将上帝最的保密，会当来赏赐互伊，来祝福你的家庭，互你的家庭得到祝福。家庭若得到祝福，咱的教会就得到祝福，咱的国家就得到祝福。愿上帝赐福咱，三甲来祈祷。最后所感谢你，愿为着阮所有的妈妈，阮来感谢你。主啊，你福音的特性就是真正有你的疼，你的疼就是无条件的、无求回报的，你就是欢喜付出的，你就愿意去承担一切，为着家庭，为着囝儿，为着丈夫，欢喜付出一切。主啊，感谢你！主啊，伫这母亲节的主日，阮少年，你互阮有一款的老母的疼，也使我老母像这个拿俄米，虽然人生有足多歹的遭遇，但是伊到尾啊，伊真正是知影上帝是无放杀伊的，上帝是听伊的，上帝是为着伊陪伴一切的上帝，伊来祈求上帝，伊会当倒转到伊家己的所在，伊会当来照上帝所应允的迄个所在，上帝的确这个应允袂落空。当伊的百姓会当来祈求上帝的时，上帝就赏赐教育，上帝就赏赐各种的机会，上帝就来照伊的心意来成就最水的代志。所以，互这个拿俄米，毋通伫失落囝的艰苦了，佫会当得到一个普阿斯罗特，佫会当生出俄比德，互这个家族会当继续落去，佫这个家族会当成做以色列的祝福，成做以色列伟大大笔的祖先。主啊，我相信。当阮有信心倚靠你，常常为着家庭祈祷，阮的家庭的确要改变，阮的囝儿要改变，阮的家庭的确要蒙福。阮若家己一代蒙福，阮相信敬畏你的世世代代要蒙福，互阮甲阮的家拢会当侍奉耶和华。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回应诗450首，恳求上帝赐恩赐福。请咱起立做伙来吟。是
即咱来祈祷。咱若是妈妈，请咱也为着咱祈祷，家己祈祷，互咱会当诚做一个像拿有米，会当来祈求上帝，倚靠上帝，领受上帝恩典的老母，会当诚做丈夫，诚做囝儿，诚做家庭的祝福。咱也为着咱的家庭若抑阁无信主的，咱也替因祈祷，求上帝恩典教伫因。咱若有甚物款的所求，主拜列，为着软弱的肢体祈祷，为着咱教会即个传福音的事工来祈祷，为着咱城市国家来祝福，为着咱的世界的和平来祈祷。咱兄弟姊妹有甚物款的祈祷，咱通拜列，若有软弱的，咱会当奉主的名，求主的医治到伫咱。咱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啊三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多谢你，互阮伫无亲切的主日，主啊，感谢你，互阮有遮侪妈妈，主啊，就是领受你的救恩，领受你的疼的妈妈，互因诚做疼的使者，互因诚做家庭的一个守护者。主啊，透过因，来当互丈夫有利益无损害，互因的囝儿拢得到好的朋友。主啊，有好的信仰，一代续接一代。主啊，帮助阮所有的妈妈为甲年老，求你帮助因，互因的身躯通勇行。若有软弱病痛的，愿你的医治即时到伫的身躯顶，来医好因，互因得到勇行，互因得到勇壮，互因会当继续。主啊，伫你所交托的，会当诚做丈夫的帮助者，诚做家庭的守护者。主啊，会当互因拢得到福气。主啊，所阮为着阮的教会也祈祷，望阮会当透过兴起做你所使用的人，会当诚做助力福音的使者。主啊，互阮传福音的工作会当得到更加多宝贵的灵魂。主啊，求你祝福你的教会。主啊，你也看顾阮的城市，看着阮的国家，互阮的国境平安，互阮的整个社会会当用一个较好的这个方向来跑走。主啊，互阮的国家也会当来福音化。主啊，说阮将世界交托你，看见伫战争的所在，伫苦难的所在，伫饥荒的所在，伫欠过的所在。主啊，愿你的恩典喜乐。主啊，愿你将平安赏赐予阮。主，阮多谢你。主啊，所感谢你，说阮的妈妈，诚做丈夫的帮助者，诚做家庭的守护者，诚做教会的祝福者。主啊，愿恳求你赐福阮每一个家庭，拢会当得到上帝祝福，会当行伫上帝道路来蒙福。祝阮的教会地球人哪加天，互阮的社会哪来哪福音化，阮的国家诚做上帝所赐福的所在。主啊，阮也恳求你将和平，将一切需要，会当收拾伫伫战争、伫苦难、伫饥荒、伫欠过的所在，得到你的恩典。主，感谢你，阮中间若有软弱的。主啊，愿你医治的手骨，大关联的手骨，你医治的溃烂充满伫，互因会当得到医好，互因会当得到复原，互因会当勇行，继续来跑走你爱因跑走的道路。献上阮的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咱即时有比心内奉献，请即事进前来服侍。
请咱起立，做伙来吟奉献诗歌。是阮赐福的阿爸爸上帝，因为有你，互阮会当领受白白恩典，互阮有教业、有教用，搁使阮有温书，会当做工供应阮的需要。主啊，阮感谢你，有你的看顾甲同在，拢平安过日，会当做主欢喜的代志。阮献上阮的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祝福齐恳。但恁平安去，求主赐福所有妈妈，亲像结做做果子的葡萄树，互恁的囝儿为着你的道，亲像干那栽。看敬畏耶和华的妇人人，的确要安尼得到福气。耶和华要对錫安赐福恁，互恁一生要看见耶路撒冷的福气，恁要看见恁的囝的囝。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感动，甲恁正大家三甲地内，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闭会。